鬆袖就係鬆袖，鬆袖不等於潤滑，不等於除皺。我哋嘅納米咧係有一個特殊嘅功效，就係延緩佢生鏽啊，但唔係會好長期。如果你長期嘅話，你都係要用我哋1號、2號、3號嘅防鏽噴劑，你先有效防止到佢。佢令到空氣同水冇辦法走到入嚟呢個螺絲啞紋裏面，佢就唔會生鏽。所以我哋再一次強調咧，就係鬆袖係絕對做唔得到防鏽嘅。鬆袖就好似我哋點樣撳佢、打佢，佢都鬆唔到嘅。但係你擠咗少少入去，你稍微輕輕力，你已經鬆咗呢粒絲母出嚟啦。如果你要短期、中期、長期嘅防鏽，你就用我哋嘅 SM 號1、2、3號個防鏽潤滑噴劑。啲鏽咧係入邊完全已經棘死晒嘅，咁你必須用個5號鬆咗佢。如果你喺家居裏邊咧用1號已經好足夠噶啦，擠少少入去，咁佢嗰啲潤滑劑入咗去嗰個門鉸嘅中間嗰度嚟，咁空氣同水入唔得到佢，佢就唔會生鏽。咁你起碼1、2年，你都唔使再加油嘅。